议用，做新闻工作有10多年嘞。其实时下的爱感觉戏剧、音乐、舞蹈，那是真奇妙的。我认识的许多剧场人，没想我用穷下来认识一人，穷下一了解剧场的世界有一项人呢。古时呢，西班牙那个莎士比亚，意思的讲是世界上作品本人做过千多摆，改编千多摆的剧作家哦，像哈姆雷特啊，还有李尔王啊、马克帕啊，一块都是经典。莎士比亚伊自家其实都是一个改编的傲人哦，伊的作品为因本人改编，某种程度也是在讲，睇的时候有的事情是永远唔会变的。啊，莫去用时代的创作者，因为会用各种莫去用的手法，加论经典作品来讲自家的观点。今日的节目呢，来带大家去看啊，莎士比亚的马克帕，还有同玫瑰战争有关的演出作品，动态的投影是用来改编的。马克帕是莎士比亚西太悲剧杜风写了千段没千数人分享的作品。也出用火炉花来演出的马克帕，是由嘉义菜地的表演艺术团体软剧团同日本刘三义事务所跨地区跨2年共同来创作的。每是人讲是日本地下剧场地方的刘三义上头演头一摆喺台湾接托的作品。つまり、すごくテーマは一つシンプルに言えば戦争というものと人間の欲望っていうものを描きながら、そこの根底にあるのはやはりそのなんていうかな、平和でいたいっていう、いわゆる人々の心みたいなのをこう打ち出せないかな。もうちょっと人間たちがもうつまり社会や世界のことを見つめ直すきっかけにこの芝居を見てくれて思ってくれたらいいなって。つまりまあ反戦っていうすごくシンプルなテーマを作ってるつもりですね。想要请问导演，就是我在看到刘三儿事务所的介绍的时候，都会有写到，有一个目标是世界戏剧的地平线，可不可以先请导演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目标的想象是什么？世界中で演劇っていうのは結局人と人が出会うものなんですよね。だからそこでは人がどんな風にその感じて人間がこう演劇っていうものを通じて変わっていく、そういう社会の中に演劇があることを探しながら、世界を旅してるわけなんですけど、そこで僕がやっぱり思ったのはどこへ行っても人間ってそんなに変わらないものなんだなっていうことが思ったわけですね。そう違った人たちがある演劇を見ることによって変わった、つまりお互いの違いを分かり合いながら新しい関係を結ぶことができれば演劇の価値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んだって僕は信じてるわけですね。シンプルに言えばね。だからいろんな世界がいろんな風に変わっていっても人間というものはそんなには分かり合えないように見えてるけど、実は演劇っていうものを通して分かり合えることがいっぱいあるんだってことをまあ思いながら旅をしてるわけですね。でいろんな人たちとお芝居を作ってるってことですね。もう本来演劇って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ものなんだ。はいはい。演出杜方可是有许多共同韩国道理相同的所在，是讲要经过2年来表达，翻译翻来好也唔好，如一定重要。也被跨国合作，但唱戏文如有英文、日本话、法语也亚种版本。真困难的还会提翻到改顺改挽留的好罗话。处理头样黄小强如讲，边跳路小讲哦，如从戏做的天药，这个多种来用诶。大家会觉得说，其实这不就是翻译而已吗？事实上，其实翻译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你必须得要符合原著的精神，可是你又要有这一次我们整体诠释的那个意义出，它要照顾到很多面向。第一个是莎士比亚原著，第二个是刘三儿导演他的节奏
非常紧凑的风格。那第三个是，就是说这一次我们怎么样给台湾的观众，要有台语的某一些特性能够发挥出来，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伤脑筋、非常头痛的一个工作过程。对啊，这个翻真的很难呢，就是尤其又是莎士比亚，真的，因为它已经是韵文，就不是很口语的了，你又得兼顾到它原本的意思跟那个声律的那个对仗，听觉的部分你也得考虑。那我来试看看，我们来看，我来试看看，讲下个哈，听过日，又一早听过日，时间1年3年1年過。一切到历史本人记下来嘅清明时节，所有嘅草本人，如只系走呢5年嘅死亡之路诶。点福用嘅人生，路比无黑好诶。人都像系一只为行路嘅羊诶，未像一只采购嘅演员。无论做啊一排场一精彩，最里面也系爱说唱，也是系一只5年讲嘅故。吵吵闹闹，冇嘛搭对，好听好听，没有那个不会，它布袋戏的感觉，另外一种蛮有韵味的感觉，是另外一种。希望有剧团吼，以后也可以。其实客家对啊，应该我们莎剧。除係用過菜體、過本土嘅方言，同樣還提起出多項今日嘅搖滾樂、歌舞、武打動作也都元素，像係幾多能兩3次世嘅後生演員，會起出韓國生活、韓國遊歷，我本人感覺到拖拖棒棒。是講相對來講，幾條演員都天初愛睇短短嘅60禮拜，有點有10種嘅訓練當中，練到參用來。一個過程真係幾辛苦。走。也係一啲細妹嘅教，阿姨見到嘅教嘅啲，都上嚟可以拿，人哋咧哋喺度做乜嘅？好多練習嘅，也係會真嘅去打，你一個人睇幾多，其他人都會上去打，幾人都會跳過開安尼，每個人會連做啲大嘅嘢，因為我去感覺講，其他人家是冇這好嘅啲大嘅一定唔教，我仲係對細來嘅，其實係好嘅訓練，因為你越練越好嘅，我哋講唔睇舞台好，我出一度嘅練，因為多樣嘅長處，我樣樣多樣嘅也愛個清楚。也係第擺上下種，第擺拿回師道。本單位講我講，因為佢地擺是有上大嘅場面嘛，故所一定要練下嘅。不過感覺其實也地擺後門嗰度，將到最裡面啊，其實愛真正愛上大嘅時節，佢都係頭到練嘅東西嘅做拍片咯，都愛會嘅表現睇嘅。都講我講唔按用嚟規劃嘅行，係個按用嚟整啲，也其實係好門，唔係從一堂鋪路啲，也愛演練，唔靠聽每啲動作都係睇正確嘅嘢看，唔係對數腦會啲，唔底下愛做乜嘅，而腦會較為多。他就是不管做什么，他都可以动作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一直在练。就刚刚你有做那个蛙，就做30下，在练那个就是有关胯的力气跟大腿力气，然后就是一直，因为那块其实我们没有那么的长在训练，所以那时候做的时候，我们刚做30次，其实我们第一次做15次，大家就已经就是全部很像就是死掉了。后来我做到45次，就是大家就是一直狂做在做，我觉得那是下盘的力气的使用这件事情，因为日本人我觉得他们那个下盘的力气是很稳的，然后这个比较不是我们擅长的。劇團沒有請專門嘅欣賞錄影，來排練時節就來看來談，同講，也是按樣嚟念，按樣嚟念。去年冬餐嘛，特色師就本人講，也會有一次嘅腳嘅音，一片愛那種下氣，愛拉長音，愛較短，就一個字一個字哎，對。黑花咯，火爐花動到強嘅調，安尼會酸啊會辣，
但是你迸发出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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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开始的时间导演就上爱那样哒哒哒哒讲，就有一系列地方用的跳，也较好，也就较深度嘅爱较速度感，啊同时内味爱做的嘅本来好落花内味爱较多一些的那样，就较平衡。我其实被杀的时候，我有一个血包，就是我要按，然后让血流下来。然后因为每天血包都是我们自己稍微调的，就是那色素，然后有一天就可能不小心调的稍微稀了一点点，我自己按下去的时候，我有感觉到，但我想说，就也还好。结果导演就突然说：“阿达，今天的血是不是怪怪的？”然后我就说：“今天血有一点点比较稀。”然后导演就生气，他就说：“当然就说舞台组在干什么？为什么你每天的浓度不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这样演员要怎么知道我要用多少力气让它流多少出来？它流出来的画面应该长怎么样？因为比较稀就流比较快，比较稠就流比较慢。然后就觉得然后当时我就是跟舞台的那个制作道具的伙伴就说对不起，可能是我自己也没有弄好，但是就是导演会觉得说应该每天都要一模一样，连那个浓度都要一模一样。伊出去做来成功模，如喺各方面一啲啲的细盲理解下来，眉毛马节每个上夫咬眼润，无论係體能、動作，如果人嘅訓練。連續氣運，無做西方下嘅土技，沒如愛人嘅要求，也如係為到體氣膨風，愛囤氣出的米，囤精神，留下到一等張。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找一起呼吸的默契，一起往前衝的那個力量。然後，我覺得很幸福，可以跟他工作，因為我才知道，原來。不是我一个人单独想说啊，我原来我可以喷到这个地步，我可以能量可以演到这个地步，不是原来我们所有人的力气可以这样一起冲破这个剧场的屋顶，然后喷给观众这样子，那个感觉很珍贵这样。睇台中高考人可能要出馬劇拍 panty boy， 感覺講非常如日本味哦。而呢啲機器音樂，韓國也嘅貴嘅成功效果，家家後來感覺真係有娛樂性。嘅娛樂性唔係講愛弄熱笑，而本看嚟佢歡喜嘅叫做娛樂性，係一個元素非常嘅豐富。如像人下佢度後生嘅會講嘅，一個佢吸眼球哦。那我演員也非常嘅出力賣力，可能也出去如果地帶，做那個藝能先前愛做按辛苦按在的訓練。那一方面呢，我講，也出去有18個五星主義哦，一個本單桃園屯本單3個木鋪變做有9個，喺一個富強社會當中，木鋪其實係代表對一個木內社會、對社會人、對大自然的一種重視。嗰個如像桃園講嘅一種嘅表態反戰。我講咩係嗰種對富強社會、西南人嘅炮烈上漲嘅一種風潮考試。桃園陸昌係專門治理發炎嘅營養嘅，會去囤奶肉加添新嘅養分。嘅後生演員陸昌能產出來嘅嫩筍，鬼細盲嘅上愛囤景點，做到像鬼鬧嘅風景。其實我們剛剛有訪了另外有幾位演員，然後其實大家都說非常興奮，非常珍惜有這次的機會可以跟導演合作。那導演跟這一群年輕的演員合作，你的感覺是什麼？久しぶりにもう本当に息子たちっていうか本当に一番小さい子供たちと一緒にやってるような感じなんですけど、僕自身がそのアングラっていうものを日本で始めた時はちょうど彼らと同じぐらいの世代に演劇活動劇団活動を始めたっていう意味では自分の原点に戻ってるみたいですごく面白いもう一回自分を若返らせてるっていう感じで楽しいですよ。刘三儿的美学，然后跟他工作的严谨的态度，你真的大家看到他你就知道，那一个70几岁的老人跑得比我们还快的，真的很有活力。然后他已经这么老了，还在剧场里面
这么努力的工作，看他的戏就会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不认识他，我看他的戏，我就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很认真的剧场人。希望自己老了的时候，我可能70几岁，如果还在剧场演戏的话，我也想要这样子给后面30几岁、20几岁的人这样子的感觉，一点都不骄傲。很认真的在跟你做作品，跟你在做一个全新的作品。因为他在日本已经做过马克白了，可是他来跟我们做的时候，他没有带着任何他以前做过的东西给我们任何你就照这样做，没有，他就是真的是跟我们做新的东西，真的很快乐。我们真的在跟日本的导演工作的时候，他们带来的属于他们的整个团队，他们是非常非常不藏私的。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们用非常近的距离观察说，就是这个包含了那么多元素的戏，今天40天我们要把它拍起来。好，那我的时间要怎么安排？好，一天的什么时段大家要练功，什么时候大家要练唱歌，什么时候要练舞蹈，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可能你脑海中会有画面，我们猜可能怎么做，但那是猜。好，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执行过。那很幸运的事情，真的就是说导演进来了，那跟着这些很精彩的老师，我们在他旁边，哇，亲眼目睹，而且亲自走了一遭。那你们这次改编经典啊，就是要用 Holo， 我们讲 Holloway， 去改编一个经典，你们最主要的用意是什么？为什么要坚持做 Holloway 这一块？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回故乡之后，就在想要做什么样的戏。那很大一块，其实这几年我们注意到一件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下一代，我们回到学校去带青少年。其实啊，那个现在的人越来越少讲台语了，包括我们学生什么的，大家其实慢慢的不会讲。那我们就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情不太对劲，就觉得说，好，那我们作为一个返乡的剧团，那而且我作为一个第3代外省人，我觉得我在嘉义长大最特别的一个保障就是我可以在学校学会这个语言。对，那我们就觉得说，那好像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应该要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想办法每年累积一个作品，那它是坚持全台语的，那至少就是说为台语的这个文化，我们可以做一点点什么。我觉得高中这个阶段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对啊，因为我自己其实是在就读高中的时候有点误打误撞，就接触到戏剧，参加话剧社。上一屯好乐文化做地位嘛嘅，故说王小强以归去也报一奖。家乡嘅母校嘉义高中，都是一位行业戏剧嘅戏剧量。不是要让你打的，只是要进到戏剧社之后，哇，那个对我来说是很翻天动地的改变。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像在主流正规的教育体制里面没有受到肯定的那种所谓惨绿青年啊。那有一点因为就接触到这个戏剧，那他的生命被打开了一扇窗，那个窗外的风景是他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受到戏剧的启蒙是一回事，但赶回来，离剧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完全另一回事哎，会赶回来。我觉得很大的起心动念其实也跟高中有关哎，就是高中玩社团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你就知道说你要更了解这件事情，你必须得看演出，就像我们知道你得去阅读，去扩充自己的知识啊，增广见闻一样。那可是偏偏那个时候嘉义就是我们坦白讲就是文化沙漠，某种程度上就是剧团你也不敢排演出来嘉义。早年他们要排巡演，我们还看我还记得是什么欢喜鸳鸯楼。我几个月前在那个文化中心看到海报，哇，就很期待，想说哇，这是一个那个职业剧团要来。好，我忘记有没有买票，但反正你很期待这件事情就对了。那结果呢，就演出前2周，突然就看到那个海报上面贴一张的说取消演出，因为售票不佳这样。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高中生来说，小小的心灵，就是没想到也寥寥的心肝热血。三改变应用的家庭经过喜爱行嘅人生路。2003年，王小强有了一群同樣睇嘉義台又係套戲劇學院嘅後生人，用做嘉義人嘅劇團來做目標，成立了原劇團。原都係河洛話阮顏人嘅意思，除係發表創作，玫瑰山忙落成去做戲劇教學同藝術當經嘅的工作。劇團自從回來嘉義
稳定这样发展之后，我每年其实一整年的时间有非常大的一个重点是，我们会向外去把戏剧这件事情带得更远，不是让大家只是喜欢看戏而已，是让文化啊，或者是这些比较软性的、比较软的，不你喜欢看戏也不会让你多怎么样啊，多有艺术涵养或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一部分很重要的事情是，戏剧它可以带给人一种看世界不一样的方式，然后或者是在我们很多学生、青少年啊、小孩子啊，他们可以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就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种说故事的方式，然后这个方式是真人在跟你演戏，然后很直接的交流。我觉得那个东西非常的珍贵。很有趣，就是除了回来做剧团，跟地方上会很想要有更多的连接，而且你们会，我看到有一些介绍，你们会有一个标题是自己的家乡自己说，所以你想要这个戏剧的确不只是自己做剧团你们来看，而是我想办法渗透到更多的角落。对，你对这个的想法是什么？自己故乡自己顾嘛，自己故乡自己顾嘛。那这个想法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啦，表演艺术某一块它都还是很精英的。当初是因为城乡差距，我们才回来。那我们不能够在嘉义也只守着好像比较经济条件好的这些人嘛。那所以就有了这个起心动念，这样那就想说，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力气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戏剧不应该是终点，所谓终点就是说，好，所有人看完戏很感动，成为戏剧从业人员。我不觉得应该是这样，我反而觉得戏剧应该是起点，就是说你在戏剧这边得到某个养分之后，它内化到你的生命中，你可能可以去当工程师啊，你去当老师啊，好，你去当警察啊，那但是戏剧的这些养分就可以继续带着你往前走。王小强这个想法，其实同沙文戏剧对早期英国社会造成的影响过相像。当时沙文的戏，家家提一般的客人来做，做得讲一般的百姓会学到知识，如怎一种方式听听。像是一篇诗，各种等级的人如做的行业客场，每行业分享式生活，所长太马的想象世界。我觉得夫人这个角色可以去同理到很多人在面对很多选择的时候的一个判断，然后看戏就是这样，看到某一些心思自己曾经有过的时候，你会想到过去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做。我觉得让观众开始回想到自己过往的时候，是在剧场看戏真的很重要、很神奇的一个 moment， 因为在台上的演员会感觉到观众在阅读、在回想、在想。在触动，莎士比亚把这个角色真的写得很完整。因为我以前都觉得屁啦，他就是一个坏人，讲他什么戏剧史上经典的角色，有没有讲一些很难的话就经典？可是很坏，可是就真的演进去之后发现，同意，然后并且觉得所有人都说莎士比亚这么伟大，完全同意，完全被征服这样子。当然也是因为他的故事要非常精彩，所以他才可以让大家一读再读。然后他，尤其里面提到很多人性的部分。那莎士比亚不是一个非常那种很喜欢判断别人的人，所以他创造很多灰色地带。那这些灰色地带就是后来的人可以发挥的地方，所以。我们两个如果同时看一个剧本，我们两个对同一个剧本解读可能都会不一样，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多重性，让莎士比亚的生命其实可以延续很久，因为每个人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到这里来干嘛？进去应该
是文化。来找舅舅。一般来讲，伟大嘅作家同伟大嘅时代係相互凑巧嘅。沙翁一定封神嘅时代係英國獨特王朝嘅尾期，嗰時節係歷史劇作家點出本地稱號嘅時代，也咪係湊巧而世世代代傳揚嘅一部分。历史剧呢，你要在这里面找到史实的正确性，其实是不见得能够找到的。就是因为莎士比亚主要是为了要说故事，他不是为了要忠实的呈现历史。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人性的部分，为了美色，为了钱财，为了权力，那人怎么样去达到他的目的？那如果不是为了这个，那他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可能家庭的因素啊，或者是嫉妒啊，或者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情绪，或者是忧郁等等的，这些在莎士比亚的故事里都有共鸣。那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情绪，这些态度可以转换成现代人可以理解的，所以即使它是讲一个英国很古老的历史剧，你还是都可以找到一个切入点去认识英国的历史剧。奏乐，我们请摄政王宣读一下婚姻合约。第一条，法国国王查理在英国大使萨福克，双方同意英国国王 Henry 将迎娶那普勒斯国王的女儿玛格丽。这是婚礼啦。终于，红白玫瑰又恢复了应有的和平芬芳。再会！我们立即撤出这神圣的国会，感谢各位民众为我作证。拜拜。論真講起來，協同玫瑰樂隊並唔係直接對莎士比亞嘅某一出歷史劇改編來嘅，係對導演王家明先前嘅《理查三世》同也停車場，還個《理查三世》也兩部作品修訂下來嘅。会看到一些小新闻，就是理查三世的尸骨在停车场被挖到，另外一个是，有一本历史的推理小说叫《时间的女儿》，他是在帮理查三世翻案的。那本来理查三世没有在我考虑范围内，后来因为这两个事情，我就好吧，那就做理查三世哈。因为停车场这件事真的太特别了，对。可是《血与玫瑰》处理的又更多，对不对？而且那角色其实又更复杂。对，《血与玫瑰》处理了4个剧本，那人物跟时间轴当然拉的是更长也更广。因为剧场它不是只有文本内容，它还有声音，还有空间，还有视觉，还有很多其他的元素，不然你就去看历史故事书就好，它可能讲得很简明。所以剧场我一定会拉其他条线，配合的那个所谓的人物关系跟故事情节去走，对，去理解关于时间这件事情，或是所谓发生的这些具体的人事物，对我们现在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圣女贞德。雖然王家明唔好直接清楚嘅講出作品嘅意思係乜嘅，不過現陣也顯示該貼書等常會引起討論。從許多項神聖婚禮嘅表演方式，有人講也表示喺語言嘅嘲弄下，所有嘅人都係潮頭。咪有人講也代表萬人較多嘅講法嘅強烈，萬人都確定嘅真相。導演，這個生生分離的想法是什麼？生生分離一開始其實它也不是一個解讀的脈絡，它其實是訓練的脈絡，因為一開始是學校的學期製作嘛，那所以那個一開始丟這個其實是為了訓練演員，其實它就是一個很傳統的雙簧而已。對，那這件事情當然就解讀上來講的時候，它就是我們內心說出真誠的這些話。我們內心真正的這些所謂價值觀，真的是我們自己的嘛？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跟历史很相关，比如说我们生在哪里，它背后的整个文化脉络、形成文化脉络，整个历史的地层会是什么？那造成我在现在所谓的当下的说出这个话，好像我觉得是我自己，但真的是这一回事。你真的很不长进，是用敌人的鲜血换来的王位。西元1447年 ，Henry 西都干了度。西元1456年，因为长期跟引发百年战争，末年的将领全败退，又加上不定嘅亨利六世，朝廷内调腐败，人民愤怒不发，一个裁缝师傅捐献献义，对总哈刺刀伦敦。它里面还有一个我当初看的时候很没有意料到，竟然有很多客语。哦，对啊，对，是。其实那个伊丽莎白，她有一点旁观者的角色，说书者角色，后来介入，她是负责去描述历史的。对。然后那历史都很难，就是我听她都讲非常快，然后一定要打字幕嘛，不然观众其实是看不懂。就是她的这个角色，导演的用意是什么？我那时候做一些客家戏，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讲，他们听起来觉得很像外语。对啊，那我觉得这个又在内部又在外部的感觉，我觉得是有趣的。就是说你听起来明明是我们自己文化中的一部分，可它本身又太很隐性，可是听起来又像外国话，我就觉得这个感受对大部分人来讲，我觉得是有趣的。那我自己加上我喜欢客语的声音嘛，那我需要一个声调去讲历史。我的重点不是让大家听得懂、看得懂，但是那个声音的质感对我来讲是很重要。也就是说，它声音走走会有这个声音介入的时候，就有种好像广告或是静一下，让那个声音有个休息一下，不会就是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有一种声音上的一个落差感。这种使用啊，是不是其实对一个导演来说还需要蛮勇敢的？就是你要敢让观众不懂。对啊，当然我会打字幕，也是说不会让观众真的去不懂，而是对我来讲，它的应该说对我来讲，使用任何一个元素，不管是声音上、物件上面，对我来讲，它一定要有2个以上的原因成立，我才会使用。这个演员在使用，他在对大家讲的是用客语，但他回到角色的时候是讲国语。这件事情其实这个转换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有趣的。那就是说，也就是说，其实一开始他的讲话对象似乎是一个客语的人。但他回到了一个要讲以中文国语为核心的一个历史场景，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立场的换位吧。喺协团玫瑰乐队也出去度风，有现场乐队，有线上婚礼，谈喺度合法，咪谈喺度新嘅观点。王家明以唱係佢第一上一張元素。所以你會也變做電視嘅股票，講係用佢嚟談對前途，是18年也不必被到受討厭。你像盛開花朵，綻放整個天。莎翁的剧本其实是非常声音的，是一个演出本，它不只是文学院说很有意义的这件事情，它在以演出来讲，它声音的结构铺陈非常厉害。英文系统跟中文系统真的非常不一样，光是韵，光是声音的四声这件事情，因为英文比较像是某种节奏嘛，他们上扬下去不像中文那个还有3声那种转来转去的不同，因为你光是一、意、宜，你用听的，其实它的意义是不同的。那你也就是说，你这件韵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跟意义相关，就是从听觉来的意义是直接连在一起的。所以有些所以对我来讲，怎么样去铺成声音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转化，但是转化成中文的声音。畸形的 Richard Monster 来人啊，把这个驼背给我压下去，把他的脊椎凹成直线。所以改编莎翁的剧对你来说，是不是最难的是这个部分，声音的部分，还是它有其他你觉得挑战比较大的？像历史剧最难其实是让大家怎么去
就是说你虽然看完一定不会懂，但你还是得要铺那个逻辑结构，就是那个人，玛格丽特啊、爱德华一堆人啊，一堆 Richard， 然后所以怎么样让观众理解这些人？我就是说至少知道这个人出来，哎，大概知道，然后那个逻辑自己一定要顺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啊在这里面谁是重点，谁是次要的，谁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下，谁这时候他那条线一直有。那这个线都是很隐约的，那当然你很多的人的出现、死亡事件的选择，什么东西浓缩在这里，都是要非常的花非常多时间。所受的伤害还要多的幸福，那幸福已被上天夺走，还有什么能让我幸福？亲爱的夫人，让你的后代登上王座，是登上刑台，失去他们的头。你的一位女儿与您同名 Elizabeth。所以这是不是你觉得我们在现代要去知道400年前的莎翁他写的剧，我们可以从中获得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事情并不会随着时间而不一样，或是有时候你只是战争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可是或是你只是对人性的解释方式不一样。那当然一些物件的发明，但是那物件让一些欲望或者这种生活形式转变成什么样？可是有些东西它还是在那边一直不断的运作。就好像是我们有一个集体的潜意识在那一边，但这个潜意识中，它并不是有一个直线的时间感，而是在那里面，甚至莎翁都还活着。父亲在战场上杀敌凶猛，如一头黑手。喵！被网子困住的时候是如此真诚。陆生做剧场工作10多年，王家明一直睇传统同创新嘅顺后，睇中同前辈嘅感觉。作品虽然quite普遍、quite好了解，不过批判起来有意识力，有声音性，有媒体，奇考古怪。前期嘅係已做過很多同莎士比亞有關嘅戲出，上認為也批判唔係提示造成嘅結果。剧场毕竟是跟人工作，那对于演员，我觉得除了演出剧本之外，我还是会很希望在剧场表现的形式上面能够抄到演员，让他这个制作对于他来讲，不是只是完成了这个作品，而是他可能在他身上，或对于一些剧场能够在他身体上能够或思考上能够留下一些想法。所以其实你一开始可能不是为了戏的形式，而是去开发演员的可能性。所以其实我跟工作很多演员一开始都不知道要演什么，然后一直玩。对，就一直试那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突破他们对于剧场或对表演的一些容易僵化的方式。你先觉得有个想象中角色的样子，再去 audition 演员会看不到人。所以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要多少演员进来，我只是时间点差不多到了，现在有19人，那就19吧。我也不知道谁要按到多少个角色，所以都变成是我用现在的人数在想说，那哪些角色要留，哪些角色因为人不够就算了的，所以变成是我返回去推我要怎么留这些人，所以并不是，所以我的工作流程会很不一样。所以你比较不是说我现在要做一出，然后我觉得这个演员一定要谁，比较不是，没有。反而是一群演员来玩一玩，你觉得这个人好像适合什么，再去排那个角色。对，好有趣哦。对，而且人家说我很喜欢整演员，听起来是啊，连罗密欧和朱丽叶都变瘦了。让我来告诉你们，即将被在彩排的时候已经觉得自己要崩溃了，就是因为我分配到的乐器有牛铃、爵士鼓，然后黑管、竹笛，不是直笛哦，是竹笛，然后还有什么水管啊、木鱼跟沙铃，还有一个装了水的杯子。所以就是我在配音席的时候，我周遭是全部都是就是那些我的道具。你只要一坐到你的位置上，它的麦克风是全开，所以你等于是这边拿乐器的时候吹，
放下来，你要很小心的放，然后再拿另外的东西，就是很忙，但是又要很细心。换再换，把婚姻当作权力的工具。Richard， 我受够你这些无理的谩骂与侮辱。你让自己梅子那个时候演的是伊丽莎白的肉身，然后我演我的肉身是她的丈夫，就是爱德华4世。所以我们两个是一对，演的是一对夫妻。可是呢，伊丽莎白的声音是我配的。如果我是要配她的声音，她先用她的情绪录一次音给我，因为那是她的惯性，所以她加上她身体会有惯性，她要记身体的事情。如果她还要去管她的声音的话，就会有很多事要做。所以我当一个声音的时候，我去配合她的惯性，所以包括整个呼吸啊什么的都要搭配。但是这个也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2个人都不能忘词。你们拥抱彼此吧。这个理查3世他没有肉身，他只有物件。在呈现理查3世肉身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有超偶的能力，你要有操作物件的能力。在分配到那个角色的同时，他又安排了一个在理查旁边的一个人叫做 Casby 的，就是等于他的贴身侍卫这个角色的。这个部分也放在我身上，所以在那个戏我真的是很忙，就是就是不断的换衣服之外，我还要操作这些物件，而且从头到尾我几乎没有下台，所以你想象3个小时的戏，我真的就是从头到尾这样，我从第一分钟就上台，就耶。在演第2部戏，在演2部曲的时候，演完首演完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咚，我就躺在那个化妆室门口，我没办法讲话，我真的就躺在那边躺了10分钟，就是整个就是呈现一种宕机的状态，因为真的太累了。这个笑是嘴巴张开的那种笑，有点像白痴的那样子。ちょっとアホボックの笑い。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笑，也可以。他の人のマスクを見ても大丈夫です。因为你知道物以类聚，就是你就会聚集了一堆好赌的人。我跟你讲，人都很好赌，就是你也给他，所以你要给他们一个赌的方向。我跟你讲，这些从演员或是一些人就是会很好赌，虽然嘴巴一直会碎碎念，可是他们其实就真的很爱赌。因为真的很好玩。其实剧场人大概也都是啊，你剧场就已经很冷门，都不能赚钱，你不赌你还能玩什么呢？我自己也会整我自己，就会赌一些赌注的东西，想说我自己会怎么样。就像《谢野玫瑰》，我就说要回到小的，然后变4个本要2个小时，那我会怎么样？我也会给自己出难题，然后我也会给演出来。我觉得在剧场中下赌注会逼出某种人性吧，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或许是一个最大的意义，也就是说，它是来自于不只是文字，而是来自于空间、人的行为、人的声音、人的一种莫名其妙所出现的一种抉择。我觉得那是最有趣的一种意义来源，而不是有意识的去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他就因为伊没像一般人用的，总是想讲来读看啊。王家明的作品，每总会带本观众一种全新的感觉。一摆又一摆做出屯论摆无穷用的同时，剧场的内容屯风格没加改丰富。像我说甲骨文心的这个字，它其实是一个木头，是一个树被砍掉，旁边还有个斧头在，但它有留着根，那就是心的那个字。就那个树根又长出新的枝叶，也就是说，新的枝叶永远长在一个所谓我们觉得旧或是传统或是既有的一个基础上面的一个脉络，就是往上涨。它永远是有一个脉络的，它永远是一个时间轴有拉长的，但偶尔当然会有突变的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讲，创新新不新，有没有人做过，永远都不会是重点。对我来讲，所以原创跟改编，它都是一种对话的事情。就是我说对话是说，好像它的不同没想象中
的那么不同，那可能就是做而已。他就今天材料是这些，我就是做，然后今天材料是来自沙翁就做，今天材料是来自于一个某种议题就是研究这议题做。那对我来讲，它的区分或许没有，或者说对我来讲，或许在行动之前，他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区分。而且真的有原创吗？对啊。所以如果说我们什么的心都有一个基础的话，比如说我这个是要改编，我这个原创，对我来讲都一样是要研究这个材料，就是这材料去找到一个所谓核心或是剧场形式。民间编口唔係對模硬邊都有，天初要對傳統當中取得養分，也咪係同人哋解釋，做乜嘅400年來，人哋愛延續讀沙翁嘅經典，認真對每一擺喺旁項精彩嘅演出當中，如果得到新嘅意義同新嘅感動。演員會在某個 moment 跟那個角色好像就突然像關落音一樣，就是會有叮，就是一下這樣。稍微連上一下，歷史一直在重複嘛，所以歷史人物在 suffer 的東西，當演員也同時在 suffer 的時候，你就會感應到，然後進而去練習這個角色。那當你練習了這個角色之後，你有體悟了，你可以用那個角色的寬容，再去練習你身邊的人。我覺得它是一個愛的循環。他其實很猛，他很顧所有的觀眾，因為他那些所謂的那些所謂的名言啊，對我來講都是非常牆頭草，就是什麼人生怎麼樣的，那個窮人聽跟那個貴族聽都很有意義，很有感覺，因為他講的不會有那種政治的那種偏好偏向，那個所以大家每人聽都覺得哇好有意義的，好有感覺，然後就安於大家的階級這樣子，大家不會反叛。沙翁是一個非常非常理解政治運作是什麼樣一回事的人，而這個運作是關於人性的這件事情，所以對我來講，他對人性是非常非常政治手段的事情，他非常知道怎麼用政治的聲音去操控人。沙翁其實很厲害。同王家明嘅一道想法名字呢，再過來談看下下波一段話講，全世界係一隻戲棚，按到男不過是係戲劇嘅。13人做亞種角色，上棚下棚各有亞時節，而長短陣各有道理呢，冇啥唔係啦。